挑事啊，将啊旁，失落啊，天有那，见路拍，不打有爱人，一夜天天难。姑爷，生意到位啊！姑爷，我看你是做过去哟，你阿当的神探啊，有枪哦！老燕公，你起手嘞！咦，虎手猪头，双面呐！哎呀，条路帕，亲像是我家手指嘅，因为啲姑爷嘅书风啊！这燕公实不相瞒，第二条香炉拍是你家小子送本来嘅。见过手指咧？相见嘞！相见咧！姑爷，你看我家小子有奖无啊？讲到蜜语天仙，只是可惜啊！可惜嘛该啊？可惜相见很晚，又不能相惜一年。相会真怕无言。哎呀，姑爷，你那篇文章恐将有得位无通顺哦。老燕公说得不错，我是奉命前来挽本。不过啊，我无啥喜爱在此共读诗书，事与愿违，如何能读得通啊？哎呀，姑爷，你安尼讲就唔错咧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俩时节读书啊，一年就做一年。半点不差，爱此事正是托人一年。人讲往日行嘅封片，原来迄老小子略施攀谈。哎呀呀呀呀！你见讲见风筒啊，万过门又靠六十攀谈啊！你虽然啊老小子听了情，不过就忙生情。哎呀，姑爷，你还家家将罗帕搞不挨，我会万本小子呀！夫人那是底下老奴爱神动不息，家家万爱呀！姑爷，将罗塔万爱呀，万爱呀！姑爷，哎呦！哎呦！老年讲，我老小子虽然忙生情，不过啊，生来是夫妻嘞，两人相见有何要紧啊？冇要紧，冇要紧係你自家講嘅喲。燕公，記起不忘情，揮別沙難，
见一那面呐，有何话盼？欲为我父封神命，挨老少子来做神家，每日共托是上下，不无聊来受死，御马但年年共来天仙，强托世俗并无其他。我爷的父女有文种，讲到情理啊，就也太妥。小姐那还没关系，你岂不是会责怪我爱憎无爱哟？你呀，祝你放心，小姐真爱用罗帕，般心思来托付他。你那因爱去相见，滴水之恩来同保下。无真不应仙，有昧是深情。燕公，俺就求你也拜嘞。爱无爱哟。燕公，俺求你嘞。好啦，俺先老人讲好，俺做媒人啊是无包姜来的哟。多谢老燕公。哎呀，后生人心意放也就不背他，天无想拖累爱俩老人家，见面后只准你共两句话，哪有在哪茶？俺难破该子嘛？燕公快行，燕公快行。
奶奶油讲嘛该？奶奶油讲嘛该？小姐明明不落，已经去为到家下为难老公子谈心，是吗？你好难讲，哎呦，也还唔简单，姑爷就伫书房，海外来去抢劫。来掉。韩公唔去，小姐满腹嘅心思，你早就看出来了。你唔可能讲，我怎么呢？唔係我乱講，係小姐嘅向落他亂啲。哈？我嘅向落他失落嚟，係哦，因為俺都好失落啲相公嘅所在呢。你也是我嘅，看俺用辦告訴你。小姐，也條落他就辦你。你哥哥，來條，你哥哥。来掉，你要信啊！你哥哥，你哥哥。姑爷，也就是手机的书房，你从伊讲第一把，马上就要转书房哦。也是此言。姑爷，手机那一欢喜，你爱讲，迄个老人家托你来嘅呀。好。你去啦！姑爷，手机那一出戏，你去讲，係你自家來嘅喲。對啦，你去。唱幾錯？姑爺係唔家家老小姐嘅你？哦，愛弟咧，愛弟呀，四面為愛到皮係嘛？好，愛來去調查。公子，抢草。你，公子抢胜。上一爱只有自薄听闻，爱千里迢迢来迎亲，本想做得老小姐盛情，没想到岳父太人杀前往湖北，真是令人神梦啊！永公子敷衍太师，却又丧情做主，事到如今。就请永公子亲信定态，那有酒态不足的素菜，就请永公子多多包涵。小姐从哪里发来？今日能见小姐一面，真乃三生有幸。得见小姐面，
莫非梦见在眼前，发现出风色阴阳，是爱经你梦昏天。大茫茫有情长，灵犀点点心肠，只怕平凡天言听，两相思一根香肠。你又不下靠容颜，楚风飘难发绵绵，恨得真意落下尽，为此来表心一片。但愿此情并长存，什么有一生半分？但愿从看张开遍，永别同心盼生分。永结同心盼生分。小姐，夫人来了。我母亲来了。这为你何事哦？你这个空起来。夫人来了就来了，何必安尼太强小怪，骗到俺太伤啊！行路唔好好行，唔抢你。母亲，母亲，妹呀，你安尼就唔错了哦。哈？你并冇不是啊，人康的健康，喊讲冇唔错。哈？希望你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对你康彩绣房里，全年不敌无心意，眼看困体爱将军，看梦中看了放地。母亲，你啊，迄意思。爱错本你，老你讲到清清楚楚，根本你你娘姨做上你，而你呀为前去拜书，你娘好空的间房内，喊姐姐听爱来去。啊，原来为了你啊件事啊。是呀，娘姨就顺就派人来交代，讲娘姨从到边关去嘞。今年莫请衙门官员，但请俺母女两人，姐姐听俺来去，来去。母亲，你来去。